大家好，上次同大家介紹咗 MyPeers 嘅圖片編輯功能，今次就同大家介紹 Ecast 全新升級嘅 MyPeers 聆聽錄音生成功能啦。MyPeers 可以幫助各位同工迅速生成多人對話嘅聆聽素材，唔需要再揾老師花時間親自錄音啦，令到錄音嘅創作流程可以更加簡單快捷嘅。咁我哋一齊睇下個示範啦。首先我哋會揀選用高級模式。如果撳使用範例就可以直接套用系統內置嘅文稿讀出嚟試一試個效果先嘅。咁而我哋撳重置，其實就可以自由輸入我哋自己寫好嘅文稿噶啦。咁當我哋輸入咗之後AI 就會自己去檢測文稿入邊嘅人物啦。我哋就可以撳呢個圖像去切換呢個係男聲、女聲，再去揀翻最適合嘅聲音。咁呢度都仲有得去預覽添。咁揀選咗聲音之後我哋可以即刻聽下係咪啱心水嘅。如果揀選唔同嘅聲音仲可以設定嗰個角色嘅講嘢嘅時候語氣。譬如我想佢講嘢開心啲嘅，咁我可以喺合適嘅位置插入相應嘅情感。又或者我哋可以喺句同句中間加入一啲我哋想停一停嘅位置。喺適當嘅時候加入停頓可以令到成個對話聽落更加自然嘅。甚至乎我哋可以為住個停頓去設定個時長添。最後啦，我哋可以撳生成高級音頻，咁 AI 係可以好快咁樣將呢一個文稿變成生動有趣嘅語音對話噶啦。咁做好之後我哋可以先聽下預覽錄音。婉君，你對最近討論很熱烈。如果覺得滿意嘅話我哋可以直接撳翻下載音頻去匯出使用嘅。MyPeers 可以按文本內容即時生成錄音嘅內容啦，一鍵打造多人對話嘅聆聽素材，仲有多種錄音嘅優化功能，譬如插入停頓位置啦、設定語氣、揀聲音，非常之方便同工直接匯出，應用翻喺聆聽練習啦或者考試入邊去用嘅。咁以上就係聆聽錄音生成功能啦，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留意我哋 MyPeers 嘅功能示範影片，了解更加多強大嘅功能。咁我哋下次見啦〜